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4月1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以赛亚书第43章第8到15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25节到第3章的第1节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见证人。在法律上，证人是一个非常重要、一个被采信的证词的来源，我们称为目击证人，英文说 eyewitness。在信仰上面，我们比较常说的是见证，或是说 testimony。见证是指着见证人的证词内容，见证他所看见、所目睹的事情。昨天我们以腓立比书第2章18到24节的经文提到了保罗说，唯一能够跟他同心服事的同工提摩太。保罗说，但是提摩太的为人，你们都很清楚。他跟我的关系就像儿子和父亲一样，为着福音的工作，我们一起劳苦。教会的基督徒们成为提摩太的见证人，见证了他是一位好的同工。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，这件事情毋庸置疑的。但是选民除了蒙福以及还有更重要的工作，这是之外，那这个工作就是成为见证者，去见证他们所经历的独一真神。他们必须活出见证，让人家知道，带领他们、保守他们、赐福他们的上帝是唯一的。因为没有任何的神明能够像上帝一样，这样的见证人就像是上了法庭的目击证人一样，需要说出证词证明上帝的作为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圣经这样说，上帝说，把我的子民传到法庭来，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，他们有耳朵却不能听，把万国万民都传到法庭来。哪一国的神明能够预测将来？哪一个能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？叫那些神明带他们的证人来，证明他们没有错误，证实他们的话是可靠。上帝施恩赐福给以色列人，也给现代的基督徒们，期盼我们都能够成为见证者，来宣扬上帝的救恩。但是我们却时常的违背了上帝给我们的召命，成为又聋又哑的见证者。这样的见证者的见证是无法被采纳的，就像一个没有自主能力又聋又哑的人，他们的证词是不会被法院所采纳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说道，经文第10节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是我的证人，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，要使你们认识我，相信我，
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，除了我，没有别的上帝，过去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唯有我是上主，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。我要向你们宣告将要发生的事，我来帮助你们。没有一国的神明做过这样的事。你们是我的证人，我是上帝，永远的上帝。没有人能够脱逃我的掌握，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作为。上帝要以色列人在困境，我们说被掳的境况，来拯救他们，使他们脱离凶恶，能够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因为上帝的慈爱，让他们的境遇呢就要被翻转了。巴比伦将要落败，他的人民将要受苦，受掳的以色列人将要得救，将来要成为见证者，见证上帝的作为。保罗计划将他的同伴以巴弗提送回去原属的地方，但这并不是因为以巴弗提他不能同工。保罗见证了以巴弗提是一位好的同工，与他一起工作，并且如同作战一样的同伴关系。但是因为以巴弗提的身体不好，他曾经生病，差点丧失生命。因此保罗希望他能够回去原来的地方休息，不要再劳累了。保罗在经文里面这样说：我想我应该送我们的弟兄以巴弗提回到你们那里去，你们选派他来帮助我，跟我一起工作，一同作战。他很想念你们各位，并且知道了你们听到他生病的消息，非常难过。他真的害过病，几乎死去。可是上帝怜悯他，不但怜悯他，也怜悯我，使我没有遭受更大的忧伤。所以我更想尽速的送他回去，使你们得以高高兴兴的跟他团聚，这也可以消除我的忧伤。我希望你们在主里欢欢喜喜的接待他。你们要尊重像他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为基督的工作冒生命的危险，几乎死了。为了弥补你们未能够服侍我的地方，保罗为这个以巴弗提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也为上帝的工作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同时他也要求腓立比的基督徒应当以上帝的义为义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像是做了一场梦。我们欢欣，我们快乐歌唱，别的国家就议论说，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。是的，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我们多么快乐啊！上主，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，像两把水，像鱼把水带回干枯的河套。愿含泪撒种的都欢呼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，要抱着禾捆欢欢喜喜的回来。
感谢上帝呼召我们，让我们领受救恩，也同时呼召我们成为见证者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活出美好的见证，仆人使我们因而看见上帝的荣耀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